各位戰友早晨，今日10月8號，個市開局已經預咗會頭痕，罪魁禍首就係美國份通脹報告又放火，美國通脹唔肯落，聯儲局就冇咁快可以減息，咁樣全球嘅熱錢都會收水，港股肯定首當其衝，所以我估計今日個市呢，好大機會喺26,650到26,850點呢個窄幅度裏面浮下浮下，想撈底嘅朋友真係要忍手，而更要小心嘅係，琴日7號阿爺冇開市，啲沽盤未出晒嚟，聽日9號內地復市，好大機會會追跌，到時港股嘅沽壓會更加沉重，我哋要有心理準備，個市好有可能會再插深啲。去26,000點、26,000點試一試底，所以呢，而家唔係衝嘅時候，係要揸緊安全帶，守好子彈。記住啦，留得青山在，哪怕冇柴燒，like 同 share 呢條片俾你嘅戰友睇，一齊提高警覺。